今日6月初8是国家海洋日，海委会甲国防部早起伫咧高雄港进行海安12号演习。有人讲，伫咧海上安怎围捕、吊挂救援，也佮有舰艇海空训练式3大项目。也过程，总统赖清德是亲身监督指导。 台北航线客轮互5名歹徒劫持，歹徒炮船员也佮举刀枪威胁船长，还有另外一只改装的快艇我军来接应。这时阵海巡署出动2只突击艇出动围猎。改装的快艇一直驶来驶去，想要赶紧走，突击艇用箭矢甲包围起来，尾仔登上快艇，甲歹徒掠起来。 海巡艇同时出动包围大皮轮，另外一组突击人员登船来攻击，将船顶的歹徒掠起来，成功将受重伤的人质救出来，并且由乌运直升机一并吊挂了后送病院。目前伤患经初步医疗处理后，已经被顺利转移至吊船内。6月初8是国家海洋日，海委会甲国防部伫高雄港17号码头执行海安12号演习，模仿歹徒会对永安天然气接收站进行攻击，破坏咱国重要设施。 总统赖清德亲身专程指导，伊强调铺设的清了拢无停止，特别呼吁立法院无分党派支持行政院的特别预算。我要借这个机会呼吁立法院不分党派，一起来当海巡同仁的后盾，共同支持行政院的特别预算，让海巡能够有最先进的装备和科技。 守护我们每一寸国土。除了海上的拦截包围、空中吊挂救援，也有结合海巡的10只舰艇，也有空群、空军救护直升机这海空分列式，规模是真大，也展现国南各自实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